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美国的总统川普要甲全球扣15%的关税。因应美国这个上新的政策，率团到美国谈判的行政院副院长戴立军，早起是开记者会来说明，讲台湾甲美国已经签办的对等贸易协定以及投资的合作备忘录。 基本上未受到影响。讲伫现有的优惠待遇的基础上，咱嘛已经甲美国展开沟通联系。 为着美国上新的关税政策，以122条款对全球扣15%关税，已经直接签对等贸易协定，含投资 MOU 的台湾，由带队去到美国谈判行政院副院长戴立军，带领立法会首长开记者会安民心。目前的判决无涉232条款，所以 MOU 里面所取得的最惠待遇其实是可以明确跟国人报告是不会变动的。ART 跟 MOU 要同时 并送国会，我想这一点承诺我们是不变的。不过，以美国全球当这加15%的关税政策和竞争对手比，农产品方面，台湾无专属的合并品项，包括乌蝶兰、买回乌、矿水、陈甲肉，恐惊拢会受到影响。以乌蝶兰为例，为零关税变做15%，和主要竞争对手荷兰同款，毛豆销到美国关税嘛来到18.8%，和竞争对手比，可能受到上大影响的包括工具机。 加扣15%关税了后，总税率19%，和日本17.6%差1.4%，和韩国15%比有差4%。啊，那伫咧芳这个方面，面对韩国和中国竞争，台湾23.7%，相对韩国的关税嘛差差不多8.7%。相对中国的产品保有优势，伫咧机械产业经济保持评估和日本、韩国比关税之差影响有限。 双方会保持密切的联系，共同的目标就是确保这个我们取得的相对的优势。已签署的国家面对未来可能新的法律途径的替代性工具，我们应该相对会有利的基础。咱台湾已经得到和美国联络的管道，就等美国后一步上新的动作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